头有一场骹球比赛，是大人甲囡仔参战比赛，优胜的队伍赏一粒大西瓜。画面中的骹球赛，你绝对唔捌看，因为这是家长甲囡仔做伙组队。觉得爸爸的表现好不好？好。怎么说好？他很强。一起踢球之后会讨论足球的相关活动啊。原来小朋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。平常他们出去比赛的时候，那种相当相塞。如果他踢得很烂的话，他就了解说以后要同理我自己的小孩。这趣味的比赛规则有放较灵，互家长甲囡仔较无压力。因为比较轻松。怎么说轻松？没有越位线，教练不会要求我们一定要怎么踢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。比赛结束了后，还有西瓜通吃，因为主办单位替优胜的队伍准备的不是奖杯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是不是有一种奖杯是让大家可以现场分享的，分食共享的荣耀。这场比赛不但是推广骹球，嘛互亲子做伙运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